先开始，咱今来关心风台。风台的暴风圈伫今日透早已经吸到咱台湾南部的陆地，按算伫沿岸就有机会伫屏东沿海附近来登陆。咱今来听伫气象署遐8:40有详细的说明。 这是台风目前所在的位置。那目前它的强度呢，近中心的最大风速从过去的23公尺每秒减弱到目前呢是每秒20公尺。七级风的暴风范围也从原先的180公里减弱缩小为150公里。那但是还是对我们的近海以及陆上造成威胁。我们目前海上的警戒区域包含了台湾的东北部海面、东南部海面、巴士海峡、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。至于陆上的部分，由于它的暴风范围已经缩减了，所以说呢，目前在云林还有澎湖已经脱离这样子暴风圈的范围。那我们来看到陆警的区域，大致上包含了嘉义以南、还有南投以及花东地区。至于在海上的范围，刚才所提到的，在台湾周边的南边这边的海域都还是警戒的范围。提醒海上的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戒备，路上的朋友也要多加小心这种台风所造成的风以及雨的影响。 我们看到台风它未来的潜势预测，未来其实台风会逐渐的往东北东的方向移动，比较接近到台湾恒春半岛的这一带。大约到了今天晚间左右，就会比较登陆到恒春半岛的南段这一带，并且往东北方向移动。不过在这段过程当中，台风的强度还是有持续减弱的趋势。我们也不排除它会比较提早一些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。那么到时候的话，其实我们刚才也从动态上面看到，它未来这样子移动之后，随着它逐渐减弱，这样子7级风的暴风范围也就会消失。那也就是说，对于整体的陆地以及海上的威胁都是比较减小了。 在今天白天，花东地区还是一个比较降雨的热区。那至于在北宜这一带，还是会有一些间歇的降雨出现。至于中南部，随着台风的环流逐渐的接近，或者是说一波波影响的这个时间比较密集的情形之下，降雨有稍微增多的趋势，包含澎湖也是这样子的情形。那到了今天晚间左右，整体的风场上面，随着台风往台湾陆地附近移动，在东半部会转成偏南风，所以这种比较偏向对着地形的这个风向就已经改变了。花东的雨势有略微减缓，但还是有一波降雨。